咱来三角祈祷，天父上帝，伫即个疫情的中间，你保守阮平安，阮真感谢你。阮也感谢你，互阮通过即个科技会当继续敬拜你。虽然袂当相去，要求阮的心灵伫你的中间结做一个。祝阮今仔日的敬拜服侍，就愿这真多芳芳的坐伫你的面前。愿我的嘴所讲，阮的心所想，伫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感纳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今仔日的题目是做一个告诫基督徒。我会想这个题目是，咱拢捌考迄个驾驶执照。驾驶执照你要考以前，你一定要先读交通规则，去路呢学赛车，都要考试考交通规则，去路考看卖。迄个考官若感觉讲你有够格通赛车，伊会互你通过。你去申请你的驾驶执照，你够格，你会当赛车。总是我相信你在赛车的时，你一定捌拄着迄个无守交通规则的，黑白来的，唔该出来所在出来，也是要换链咯，黑白换。我唔知影你会安怎，我会足受气的。我若受气吼，我会受气，会伫遐吼想讲。这个人的驾驶执照是安怎摕？哪会安尼？我迄考官已经互伊够格啊。那我的经验，我感觉伊无够格。这个人是安怎摕到迄落？咱伫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吼，拢总有资格的鉴定。咱要叫修理电火，要牵水道的，因拢有执照，才会使做代志。要摕执照，这是有一个公定的资格。做医生嘛是相款，爱读医学院，爱考试，做医生开业。我会记得几若年前，我还搁伫美国的时，迄个时阵吼，保险公真侪人伫告医生的医疗的代志。保险公司直直赔到尾，讲保险公司讲袂使，阮一款保险无做 malpractice。就是迄个意外保险，真贵。我的朋友中间做医生，大家真 complain。毋过保险公司讲，这是恁的问题，恁医生的资格无创好，拢出一个蒙古大夫，出来出代志，你才要叫阮保险公司甲你赔。为着安尼，医师工会甲保险公司有紧张关系，这是。有够格无够格，真客观的标准。逐项的迄落，我讲逐项的迄个行业，拢有迄个发执照吼。总是你敢有感觉？我今日要讲的，真是心碎迄代志。咱的信仰，咱做基督徒，什么叫做够格的基督徒？你捌想无？基督徒敢会使到一个程度发一张证书，互你讲你即马够格啊？敢会使啊？这真趣味的代志啦吼！我较顶会讲这个代志吼。什么叫做够格基督徒？你若真正要讲故事，无你一年爱做礼拜做几摆？还是讲你圣经爱读几摆？还是讲你现金现偌济？若有到迄个数目，阮就一张证书互你，敢会使安尼？这当然是无可能的代志啦！吼，我今仔日的题目叫做一个够格基督徒。我毋是要互恁一个标准，我无法度同恁标准。到上尾我会讲这个结论哦。事实讲，世间无这个物件叫做够格的基督徒。无法度通甲一个基督徒发一张证书，讲你已经够格会当做基督徒，无这个代志。总是咱讲是安尼讲吼，咱今仔日所读路加第6章第39节到49节，伫路加第6章你若倒转去读吼，
规章内底，路加将耶稣所有的真济假事拢集伫即章的内底。啊，伊吼伫39到49有讲5项代志，咱一项一项来看。我感觉耶稣伫即十几节的圣经内底，互咱一张那像 recipe， 像咱咧煮饭爱偌济参偌济，互咱知影讲，你若照安尼，你袂当讲你一定到家做基督徒，总是你会愈来愈到家做基督徒。我想，咱来三角看耶稣讲的这个譬如吼，伊头一个耶稣真够讲笑呢吼，伊讲青梅敢会当娶青梅？啊，这真明的代志，青梅要安怎娶青梅？啊，青梅是安怎袂当娶青梅？青梅甲一个带人行的人，伊个唔知影要去倒，伊都无看到头前的路，伊哪有法度通干后壁的人？所以我咧想讲吼，这两个拢青梅吼，一个头前，一个后壁。后壁迄个知影伊青梅，所以伊往人行。伊无可能知影头前咧带迄个是青梅，你敢知？咁是安尼？伊青梅，所以伊头前的人是毋是青梅，伊毋知呢。就是青梅带青梅，耶稣讲哦，两个拢会过落去坎卡啦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甲咱基督徒讲哦，咱拢讲爱传福音互人哦，咱家己知影迄个方向啊，毋知。咱要去倒遐，咱家己知无？啊是两个拢青梅。我捌看到一条伫 Facebook 看，我真侪读真侪 Facebook 顶头的文章，有一个文章哦，创一个咖啡盒啊，啊内底拢无物件。伊下骹写讲，你的盒啊若是 empty， 若空的是，你袂当互人啥物物件。啊，这有影。你目睭无看，你要去倒都毋知你要安怎带人行。这是甲咱讲，要做一个基督徒，爱注意伫咱的信仰的追求啦。咱的目睭家己袂开，要安怎去甲别人讲？我伫牧会中间哦，啊，有迄个查经班啦 ，Bible study。啊，我若甲教会人讲，安怎 Bible study？ 你知拢安怎甲我讲？啊，我歹去啦，我对圣经无熟啦。这句话实在是本身就真有问题啊！无啊，你若对圣经熟悉，安怎都过来查经，敢是安尼？你真大你讲，我对圣经无熟，我不爱互人知影我圣经无熟。因为圣经无熟，才都爱查经，敢是？到底你当你讲我对圣经无熟？是你真正无熟，还是你无想要去明白，做一个借口？英国一个生物学家做 Thomas Huxley 吼，伊讲一句话，我翻做台湾话吼，伊讲知识的缺乏，大半会当克服。咱对某一项物件无认识，大半是咱无想要去认识。因为咱会当家己决定要对倒一个科目还是代志求财物。我这句话真正有影。我会晓看谱，啊嘛，应摆嘛会晓唱歌啦。即马较老声歹也袂晓唱啊。以前哦会唱歌，我等去台湾去唱爱乐合唱团呢。毋过我甲恁讲一项代志哦。你甲我讲安尼转调，安那变吼，我拢听无，因为我根本就，我就想讲，我会晓看谱，会晓唱歌就好啊。我去读遐了二学理个啥？总是讲，我若要靠音乐食饭的时候，我有那乖乖就爱去读遐呢。我无感觉有需要，我无要去追求。电脑嘛共款呢，我拄啊。安尼，迄个声音甲 video 拢创袂出来，我爱去叫阮楼顶迄个电脑的工程师落来甲我帮衬呢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我就一个工程师住伫楼顶，我哪就爱学电脑学到安怎学？因为真济咱无想要，拢讲讲袂晓，真济是咱家己无想要去学。
耶稣伫遮甲咱讲，青梅袂当带青梅，要做一个教家基督徒，头一个要紧的代志，你爱知影你是伫信啥，你爱知影咱所信的是甚物物件。假使讲你已经摕到执照啊，譬如讲一个医生，我昨昏甲一个朋友咧开讲，伊甲我讲，我讲真侪退休的医生足无彩，因为医术遐尼进步，拢总袂当搁开业安尼。特别是伫美国，伊甲我讲，退休了的医生吼，因敢若医生几年都爱去摕一寡学分，因都无法度啊。啊，搁一项 malpractice， 迄个保险足贵的。无可能，医生摕到执照开业了，爱搁去上课呢。啊，我甲伊讲笑讲啊，也是阮即个做牧师的，拢毋免搁转去读册哦。其实这是讲笑的啦，无迄个代志。牧师往哪爱读册？牧师爱去进修。咱要做一个教家基督徒，头一步。咱爱甲上帝亲近，咱爱知影咱所信的，像保罗所讲的，我知我所信的，我也知影我所交托迄个人是甚物人。那第二项，耶稣搁落第40节讲，学生未搬过先生，总是若正做招备，要亲像先生。我读即册圣经的是，啥物叫做总是若正做招备，我实想拢无。到尾我去看咱最近翻出来的圣经吼，台湾话最近翻一本新约甲箴言甲迄个诗篇的圣经，较我咱讲的话吼，伊迄个新约的圣经写讲吼，学生未超过老师，不过学生若学有起。伊就亲像老师，即句学有起吼，足台湾味的，看见吼。咱若学有起，啥物叫做学起？早时吼，你要学拍铁，你要学创啥？你爱对师傅呢，3年4个月吼，迄叫做学徒。阮参加即间咱哩即间白人的教会吼，North Langley Community Church。迄个牧师吼，伊用一句英语讲，咱基督徒，咱拢讲咱是学生，咱是 disciple。伊讲咱应该用的话，用的字是 apprentice。apprentice 是学徒的意思。学徒毋是干那伫上课那点，甲老师的关系是像应摆啊，对师傅带徒弟啊，因做伙生活，伫生活的中间。因学技巧也好，学什么拢好，总是一方面，毋若读册，也甲师傅做伙生活。伊讲咱甲耶稣的关系是 apprentice， 是学徒，咱是耶稣的学徒。啊，耶稣讲学生袂超过老师，咱无人会超过耶稣。毋过伊讲，你若学有起。你原来会亲像我，这是耶稣甲咱讲的呢。咱做耶稣的学生，咱若学有起，咱会正做耶稣。啊，这个师生的关系，甲拄啊迄个青梅带青梅，哪像无啥关系的关？其实有关系啦。因为一个老师要教学生吼，伊袂使毋知影方向呢，伊袂使毋知影讲伊要教啥，伊一定爱知影。伊爱做目睭的带一个。拄目睭还未开的学生，互伊认捌迄个 feel 的偌济物件伫内底，是对安尼来。总是老实讲，老师有哪有老师的限制？我毋知恁捌拄着迄个老师无？我常常拄着即个老师，拢互人讲我真贱，学白问问题。其实我问问题是来出题好伊，毋过常常老师吼，家己应袂出来，就找我出去，你敢知？有迄个老师啊，家己袂晓，袂晓你讲袂晓就好，人伊讲我毋知就好，伊阁毋咧为着伊的尊严，为着伊的民主吼，用安尼甲咱压的，
真济即个老师敢毋是？我有捌听到一个故事，讲是一个音乐家，我袂记是啥物人。伊讲伊细汉的时去甲老师咧学音乐啊，开始的时安尼学较好，学到一个程度是有一日伊的老师甲讲，无咪啦，你对后礼拜去，你毋好过来找我。伊讲啊是安怎？我也无安怎，你谁人无爱教我？老师甲伊讲哦，我所会晓的拢甲你教了。你若要搁进步，你要去找别个老师。这个老师顺续甲讲，你应该就去找到一个老师，因为我对这个对这个故事真感动呢。咱有法度这么谦卑哦，有时为着咱的民主，有时为着咱的威严，安尼硬要甲人拗，咱拢捌做这个代志，敢毋是？做老师的袂使安尼，老师爱目金。目老师带学生行，学生袂搬过老师，总是若专心学，会亲像老师。咱的圣诗嘛讲，咱是要日日那亲像耶稣，敢毋是？那第三项，你若将这几项甲连起来看吼，老实讲，因互相无什么关系啦。总是我对今仔日这个题目做一个教家基督徒。我甲连起来看，倒落去耶稣讲目睭内影茶甲草仔油，影茶甲草仔油的。耶稣讲，你要甲人摕草仔油起来，你袂记迄个目睭内底有影茶。这马太第7章后一个，真侪人听到这个事，就是讲毋通批评人，基本上无毋对啦，基本上无毋对。总是这伫遮甲青面带青面讲有啥物关系？有关系。咱若用今仔日的题目来看，教家基督徒，例如我有时会想讲吼，若真正基督徒吼出张信义，这都袂歹啊啦。啊，我这是教家基督徒，啊，我倒转来批评别人。你捌听即个人讲即个话无？即个也做基督徒吼。即个人也咧做牧师无？你捌听即款话无？因为耶稣伫遮是要甲咱讲，什么人是教家的？我拄仔讲，世间无迄落教家迄落，教家迄落干那一个若定，2000年前那个人个掠去钉十字架啊，迄个是教家基督徒，咱大拢毋是，总是咱我呢常常用咱家己的立场伫批评别人，看到别人目睭内会草仔油，袂记得咱家己目睭内有影茶。有一个牧师讲哦，耶稣真敖讲呢，伊讲对方是草仔油，咱是影茶。你目睭内底放一支影茶，你看袂清楚啦，你看袂清楚啦，因为这是互咱真通反省的。耶稣伫遮是要甲咱讲，注意你家己啦。毋通想讲你教家啊，就要批评别人。咱搁倒转来拄啊，我咧讲赛车迄个、开车迄个吼。我讲咱在开车的时，若有人对边仔撞出来，安怎？啊，咱就讲啊，你这个人你执照是安怎摕？例如咱若要较老实的，咱嘛捌做这个代志，慢慢的捌毋通出来，通出来。人后壁嘛咧，人嘛咧讲咱是咱无听的尔呢。咱嘛会做这个代志，敢毋是？因为这是耶稣用这个伫遮甲咱讲，伫上帝面前，咱拢有缺陷，无一个人完全，无一个人到家。过落去，耶稣讲青面带青面，勉励咱都爱进修、认捌咱的信仰，都爱谦卑，毋通批评人。这个了后，伊甲咱讲一项，这个条件吼，做一个基督徒，这条件拢真好啦，拢真好。你若有法度通做像咱耶稣拄啊头前讲这3项，有啦，你真我教家基督徒，总是耶稣伫遮佫讲，佫进一步讲，
敢若迄吼是咱亲像你修行了真好，甲别人一点关系都无呢。伊讲着爱结果子，伊讲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果子是什么意思？果子是咱的行为的意思啦。有这个条件真好，总是这个条件，敢若我那点，我爱因为安尼，我迄个行为出来去利益别人。耶稣关系迄个果子的譬如真侪摆，上最出名是约翰第15章。我是真诶葡萄树，啊，恁是树枝。耶稣叫咱讲，恁着连结我，才会结果子。结果子要创啥？你甲想看觅哦。果子树所结诶果子吼，拢总互别人伫用呢。伊无家己用呢。果子是要互别人食，毋是果子树家己要食诶。耶稣伫遮甲咱讲，咱着爱结果子。果子树是要互人食。我伫台湾哦，会中间食足侪台湾的水果，台湾的水果真正足好食。我发觉到一样代志哦，所有的水果内底拢有籽。迄木瓜甲抬开吼，迄内底籽足侪啊，一点。咱普通拢将迄摕去扫。我伫做即个代志的时，我安尼用木梳的头壳去想哦，例如咱安尼创现实迄果子吼。一粒一粒内底拢有生命伫诶，你甲摕去掂拢会不硬呢。有诶果子会籽一粒尔定，山啊一粒籽尔，柑仔诶籽毋是遐尼济，木瓜诶籽足济。我伫创遐果子，迄内底籽蛋现实诶时，我感觉咱真正真讨济，迄拢生命呢。啊，果子吼内底迄个籽。对咱来看，有时啊，咱感觉真麻烦咯，真麻烦。尤其你咧食石榴的时候，互迄内底籽足济啊，一粒一粒无咱算，真麻烦。我会记咧细汉的时候，我足爱讲话，阮阿嬷甲我骂我讲，歹果交籽，歹人交言语。伊用宜兰腔讲歹果交籽，歹人交言语，讲迄个。歹果内底籽足济啦，啊歹人话足济啦，讲像我安尼啦，啊叫骂，因为咱感觉籽，迄果子内底籽是真 bother， 真麻烦咯。总是例如遐个籽哦，咱感觉麻烦遐个籽，迄是食物特别团整的物件呢。例如耶稣讲好树结好果子。你的果子内底一定有籽啦，有人嫌你迄是麻烦，总是你迄个籽的内底活命，若传落去的时，例如你的囝儿，咱的后代拢会当得到利益的。果子吼袂使假，好果子就是好果子，歹果子就歹果子。我有一个朋友吼。做牧师啦，查某牧师，我加拿大人，伊讲伊的细汉的时候，我听伊讲，因兜永摆有种果子树哦，鸟啊定定爱来啄，啊有一日爱想讲吼，迄果子树吼，遐尼济，伊去买一寡塑胶做的吼，足水的果子树哦，迄个果子吼，甲因兜迄来啊完全同款的，啊足水的，啊伊摕来吼，甲吊到迄树仔顶。伊讲伊望看，这鸟啊吼会去啄遐个塑胶的，莫去食着迄真正的。啊，无你逐粒拢叫啄甲安尼袂迄落歹去。后来伊甲我讲哦，果子袂当假呢，遐个鸟啊拢无咧戆呢，因看就知影什物是真正，什物是假的。例如耶稣讲好树结好果子，好果子甲歹果子无法度用假的。好果子甲歹果子，甲迄个树啊的内面是甚物有关系？所以耶稣头前甲咱讲遐，
啊有够资格哦，有追求，无批评人，这真好。总是这若入来咱的内底，互咱变做一丛好树的时，认为咱毋但会当互人享受咱的果子，咱内底的籽会当互后代的人得到利益。上落尾，耶稣用两间厝的譬如，这原来是伫马太第7章耶稣有这个譬如。耶稣我拄仔讲，耶稣互咱这个哪亲像是迄个 recipe， 你煮饭的时要安怎一步一步甲咱教。要做一个高阶基督徒，咱爱亲像安尼一步一步来。咱若有法度安尼时，咱要亲像一间厝起伫石盘顶。厝你起伫山顶，还是起伫石盘顶，普通时看袂出来。总是风台大水高的时，迄个分别就走出来。因为耶稣真聪明呢，耶稣一步一步甲咱教，对咱个人的灵修开始，一项一项甲咱教，到上尾，你所领受的，你若做好的果子，这顶头迄4项，咱若拢照安尼行去，咱会变做真。地基真在的一个因素。我今仔日的题目就做一个道家基督徒，这讲起来哪像是单数个人的代志，就是认为你若从这耶稣这个教示空看去吼，空看去规个教会，咱的教会内底若拢总追求这个。就是咱的教会会变做真强的教会，地基真在，结好果子的教会，我呢会当互人欣赏。因为这个 pandemic， 教会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关真久的，咱北美洲关真久，台湾关4、5个月，遐一我东港就行行叫啊，咱关遮尔久，咱得要搁开始。老实讲，我要讲这个道理，我真正开始想，我今仔日要讲啥？到尾我决定要讲这个。我拄仔讲，无人敢讲我是教家基督徒，无人敢安尼讲。耶稣的要求哦，耶稣的要求真悬，你知影无？耶稣叫咱安怎咧？伫马太第5章第48节，耶稣讲吼。恁着顺传，亲像恁伫天里爸会爸顺传。这个要求咱无人有法度吼。顺传，英语叫做 perfect， 咱着爱追求甲亲像上帝遐尼 perfect。我今仔日干那讲到家尔呢，我无讲 perfect 呢。总是耶稣的要求是 perfect， 所以咱正做一个教家基督徒。望咱会当较活伫迄个上帝 perfect， 敢若会当安尼咧。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吼，这个故事是吼，不然以前因即摆无创啊，我毋知。麦当劳的广告，迄是无亲济教会啊吼。伊做的是吼一个影片做，一个囡仔。伊将伊的钱拢摕出来去遐算诶一堆，搁去变因厝诶迄个碰椅诶下骹找看有钱啊，无银角安尼捡拢总规个吼，伊遐算有够啊。带妈妈吼去麦当劳，叫一个 hamburger， 甲一杯 drink 互妈妈。伊家己就无够钱，坐到边仔看妈妈食。迄个妈妈真感谢。摕起来食，囡仔问妈妈讲 ：“How is it？” 这好食无？因妈妈讲 ：“Perfect。”我足感激这个广告呢。兄弟姊妹，若有肉粽甲菜头粿，你要食麦当劳的 hamburger？ 麦当劳的 hamburger 哪有 perfect？ 总是这个老母吼。
接到迄块 hamburger 甲迄杯 drink， 伊感觉这已经是 perfect。例如咱的上帝原来安尼啦，咱的上帝原来安尼，愿咱做伙追求成做一个高价基督徒，无 perfect， 总是咱若将咱所有的献伫上帝面前，上帝要甲咱讲，戆囝 ，it's perfect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通过阮主耶稣的话，互阮搁一摆省察，阮做一个基督徒应该着有的本分。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个人对你的恩典、对圣神的帮助，互阮会当成做一个高价基督徒。互阮无骄傲，互阮谦卑，结好的果子引带人上群里。特别阮的教会特别开始实体礼拜，阮恳求你保守阮，互阮无拄着恶担当的事。感谢你过去的引带甲照顾，阮伫你的面前对你感谢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